台湾，大港文化不可断。各位乡亲时代，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大家欢喜，大家好，大家有影好，欢迎收听阮海外阿姨生日会哥哥俱乐部，我是姚娇美丽。 我知，就是咱台湾地理上好的大港。为什么是台湾下港的大港？讲伫遮有啥好康？啊哈，有吃有掠好大港，树落共享文化有够行，四季甜蜜蜜，旱季Q地地，嘛有营养丰富的柑仔面。 各位乡亲，你讲了有好无？哦，有叫人拍扑啊，鼓励一下，这两个小朋友真正无简单哦，表演得足好的吼，啊，大家拍扑啊，鼓励一下。啊，咱请小朋友拢，咱过来吼，来，咱今仔表演的小朋友，即摆伊就请。